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天氣好好啊！呢個天氣呢，去行山啊，做運動啊，就好舒服啊！夏天嘅時候又濕又熱，成日都會覺得周身黐立立。你哋聖誕節有冇計劃去邊度旅行啊？最近北方嘅地區都落雪，天氣比較凍，南方就好啲，比較暖。我哋南方地區氣溫20幾度，唔算太熱，唔算太凍。着短袖衫，外邊加件外套、風褸，咁就啱啱好啊！如果再凍啲，就可以着件冷衫或者羽絨，再加多條頸巾，咁就唔怕凍啦。而家嘅天氣比較乾燥，大家要飲多啲水，保持返身體嘅水分。大家鍾意熱定係凍嘅天氣啊？